新闻头起先继续来关心花莲公园的灾情。今日早起9:20，伫咧花莲嘉里洞的溪仔边发现一具遗体，身份已经确认是64岁生出来查甫人。目前统计是有18人死亡，也有7个人失踪，是继续咧搜救。不过这几天说是连续出现2个假警报，引起惊吓，甚至有这囡仔是走到放无去，家在尾手拢有找到人。搜救行动伫咧2号有新的进展。救援人员伫咧光复乡嘉里洞烟花，也就是马太安溪水尾所在，发现一个男性遗体，研判已经死亡几啊天。大体在挖掘中，那因为还没有做采样，所以没有办法确定他是失联7位之中的哪一位。现场5台大型的怪手持续咧挖。花莲马太安溪房山湖的灾害进入第7天，搜救单位也是全力咧找找失联的光复乡居民。不过前一天却出现2个假的警报，致使至今救灾人员甲民众大家拢真惊吓。2月迄一天，中昼有人喊讲马太安溪水头又搁崩化。尾仔暝时阵，灾区因为有警察误解指示，无确认情形，就直接发布警示。花莲县警局讲会追究相关的责任，卖做内部的处分。甚至有小女孩走失的这个状况哈，那好家在由国军弟兄来找到，那整个花莲县政府就像放养的小孩子，一次的出了这么大的差错。已经在昨天联系了花莲县政府警察局的相关说明的作业程序，会透过这个乡公所村里还有警车、消防车和垃圾车来同时发布这个警报。针对这点，中央嘛有发布影片，强调水头若是达到红色的警戒，而且需要撤离的时阵，会由农业部林保署通知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，再由由管制中心同步通知各派出所统一发布。嘛提醒，警报的声音是低声5秒、停5秒的方式。都惊错误的假信息引起民众的惊吓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除了赶紧培会。嘛强调讲，若必要的时阵，会以灾防法第53条判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是罚金。另外，新北市特殊队连续7天，计共136点钟，连续无休困斗救人，拢总完成167件救援的任务，协助甲232个受灾的民众疏开。任务结束了后，嘛向这块受难的土地致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